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煞去互歹心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个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救援队来啊！好食的碗粿。我上爱食这档的碗粿，内面有掺足香足好食的肉素。我捌食过原味的碗粿，嘛袂歹食。内行的拢知影碗粿中央爱落蚵才会好食。迄边新开一间呢，人摆甲落落长。真奇怪，这档的碗粿有一个怪味呢。哎呦，我感觉规身躯软哥哥。碗粿拄食了，人都无爽快。系啊，食过这档碗粿的人，面色拢怪怪。有人伫这碗粿变骹手，气味无通偌好。迄个头家怪怪，伊咧找碗粿的时，不时擦头擦面，嘴阁细细念。嘿嘿，我要将碗粿吹互软糊糊，好食到的人拢骂死骂死。就是你咧变鬼变怪。哈！竟然别行啊！我是鸟车头家，我的祖先互可恶的人害甲凄惨落魄，我要报鸟车冤，控制这个世界。阮是料理救援队，袂当互你伤好康。今互遮的人拢变回原形，因是无辜的。无卡怎？因食着我的料理，就互我控制啊！因像白食无味的碗粿同款，软糊糊、软烧烧。鸟车头家做的物件根本都袂正直。阿公，紧摕神奇食谱出来。暗公交校长有予我一本神奇的食谱，即马我就甲大家小解，啥物是正港的好食物。好食的料理有听捌的设计，普遍的芳气，抓住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好，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救人哦，这光线伤插啊，也是紧来选较有影。真好，大家拢请啊！好食的料理是会当互人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散拖食好料的。